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4月12日，士师记9章22到35节，我们与诡诈的距离。RPG 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2章21节，所以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到底人为何而诡诈呢？为何常常来征战呢？这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，还是野性的生存本能呢？诡诈的底下到底是什么？而后果会如何发展呢？我们如果持续来看亚比米勒，他统治以色列3年，后来上帝使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互相敌视，示剑人就背叛了亚比米勒。这样亚比米勒和怂恿他杀害基甸70个儿子的示剑人都得了报应。示剑人派人在山上埋伏，要杀亚比米勒，抢劫所有经过这条路的人。有人把这事告诉亚比米勒，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兄弟们来到示剑，示剑人都信任他。他们到葡萄园采葡萄酿酒办宴席，他们到他们的神庙，在那里又吃又喝，咒骂亚比米勒。以别的儿子迦勒说，我们示剑人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呢？他是谁呀？不过是基甸的儿子罢了。希布勒也不过是他的助手。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呢？你们要效忠你们的祖先哈莫，他建立了你们这一族。我希望由我来领导这民，我要除掉亚比米勒，我要告诉他，增派你的军队出来打仗吧。示剑城的首领希布勒听到迦勒的话，非常的生气。他派使者到亚鲁玛向亚比米勒报告，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兄弟来到示剑，煽动城里的人反对你，所以你要趁着夜间率领部下埋伏在郊外。明天早上天一亮，你就突袭这城。迦勒和他的群众出来迎战的时候，你要请全力痛击他。于是亚比米勒趁着夜间率领部下，分成4队，埋伏在示剑郊外。亚比米勒和他的部下一看见迦勒出来，站在城门口，他们就从埋伏的地方出来。哇，好精彩的这一段经文啊！而我们心也很痛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看出那人性里面那个诡诈的面。人怎么会原来是合作的好好的，看起来好像示剑人是怂恿，算是拱了亚比米勒做王。但是人跟人之间其实因着自私自利、自义，心中其实有许多的那一些想要掌权，看自己比别人还重的这样的心态，以致想要用诡诈再来夺取别人所有的。当然他们说知道或不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神是
公义的。既然昨天他已经借着约坦的口的比喻已经说了，预告了亚比米勒跟事件的人，你们要做一个决定。若是他们不好好善待人，他们所走向的就是灭亡。而今天的这段经文看到他们是一步一步走向彼此诡诈来相待。他们心中的不满，我们看到第9章27节，只因为他们可能彼此有一些喝酒，他们有个庙会，而迦勒说了大话，也是一个挑衅的话，酒后吐真言吗？所以他就起哄说亚比米勒是谁呀？也不过是基甸的儿子罢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？让我来统治你们，你们来效忠我啊！而一群人真的看起来好像就被怂恿了，就想来反叛，要来反对亚比米勒。但这个风声可是走漏了哦，以致让亚比米勒他在趁夜有机会来准备迎战，给迦勒一个想象不到的这个迎击。于是他们就埋伏，等着迦勒出来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人不是一开始就想死坏，是吗？我们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情境，因为我们有一丝丝让恶者在我们心里有一席之地，以致我们慢慢把这恶者养大，到有一天我们就顺着这恶者，我们就使出那诡诈。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世上最后一周受难周，他持续来到耶路撒冷，进入了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，跟卖鸽子的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出来。他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是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听了这些话，不是反省，而是那诡诈的心就油然而生，想法子要来除灭耶稣，但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诡诈的心我们要小心，因为这在最小的地方，魔鬼总在那微小里，总在那我们微小贪婪里面。我们是跟随神的吗？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我们当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祷告的殿，更应该让我们教会的圣殿充满祷告的声音，而不是彼此增进，彼此使出诡诈的心。那么耶稣是会伤心的，就像他赶出那圣殿里做买卖的这些祭司长跟文士，本应该是全心敬拜神，但就可惜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来思考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我们既是神的，
门徒，我们不要凭自己的一时诡诈，愿我们把我们心中那个重担，那个我们所跟我们敌对的交托给上帝，因为这不是懦弱，这不是无奈，更不是背负沉重的宗教义务，而是我们积极信靠上帝的具体行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将自己献上，愿主你来悦纳。主，我们若是得罪你，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能够以爱主的名成为主你的仆人，在基督里，愿万国万民，愿我们自己就是来时时祷告，来就近你，愿我们这身体成为圣殿，是圣洁的，不得罪你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活出属神儿女的样式。我们明天见。